谁来做客？慢言来了，今日来到现场同我打嘴鼓嘅呢，係一個其實我唔係嗰碟看到一個好朋友，咁我所試過叫嘅嗬，歡迎 Rita，都可以來上葉榮姐節目。我講我睇訪問主持人啊，同意，真嘅呢。其實我們不常見面，對，可是我常看到你啊，去個社群啊，就被看到啊。有感覺強用行人，強用係主持人，你係我女神啦。互相彼此。你播新聞啊，就可能播新聞，個做戲，個主持。唔就係我嗌唔會嘅唱歌嘅。哦耶，拜託本來可以好好。我唱歌嘅我係鬼厲害嘅。動快樂啊，動快樂。雖然我哋相互有睇 follow 對方，不過其實我第8有也機會都係。因為家人訪問讓啲人嘅故事嘛，因為我哋平常時冇辦法講到按層面，今日都有也機會可以了解 Rita 嘅故事。當然睇下啲人係成個睇開有成個團嘅主創嘛，我哋因為訪問人想講，唔嘅唱歌嘅歷史係用嚟開始係哦，我有個好奇，當然也個節目都係愛家人嗰度嘅唔嘅小物來認識。我哋錄唱小助理，對，本人嚟看 Rita 今日帶來乜嘅？看到也是動唱去遊樂園搞嘅感覺。也係，其實也連個東亞故事也係我新買啊，我嘟嘟將去歐洲去捷克表演，去國際音樂節，所以我去買個捷克的音樂之父，對，史麥塔納，他出生200週年。然後剛好我從小最喜歡的禮物就是音樂盒，我唱詩就懂好音樂。因為我媽就彈鋼琴、唱歌，我卡就係總係有音樂。真的，我爸也愛聽音樂，然後我媽也是彈鋼琴、唱歌，所以音樂都喺生活當中就係一直就我有嘅東西。媽媽係做乜嘅條路啊？我媽媽結婚以前佢有唱歌。好像就是那種真的會上舞台唱歌，類似作秀或是接那種活動。所以我記得我細細時節，我有看過他的好朋友是演藝圈現在就是很厲害的歌手。當然他們已經是他的第2代已經出來了。我細細時節這個阿姨她有一邊的臉跟她在電視上總是堅持某一邊，然後佢就懂有才華，上都有懂獎。佢懂到演藝圈嘅朋友，嗰個媽媽其實有算半個演藝圈嘅人啊，你嘅感覺？我哋因為佢高做出高神嘅，今年18歲出幫我出高神嘅，所以我細細時節就聽到個懂到朋友，懂好型咯。哇，因為嗰時候有嗰種媽媽會彈鋼琴，嗰種。哇，小時候應該會蠻羨慕有人有安尼嘅媽媽呢，就係會彈鋼琴，會唱歌嘅，因為從我萬歲順向冇安尼嘅人啊，全部就係爸爸媽媽希望細人嚟去學鋼琴。唔過我哋呢，爸爸媽媽嘅批，最少我生長嘅環境冇人會彈鋼琴嘅，只有老師會。我後來係從我求給邊個張地。我就講，為什麼小時候媽媽會彈鋼琴？就像唔講嘅咩？後來佢咁講，細細時節我卡就請家教老師都不卡教我媽媽彈鋼琴。我細細就會看佢，他就是彈鋼琴啊、唱歌啊，很細細，我就會在那個鋼琴下面鑽來鑽去。嗰時間我就是哇，媽媽好厲害哦，唱歌很好聽哦，就很崇拜他嗰種感覺。還有我想可能觀眾朋友沒有發現，嘅 Rita 嘅。去了西安轉換完全冇問題，都係捱過巡現嘅種，明明都和爸爸媽媽係已經去了佢哋西安。媽媽係美濃嘛，爸爸係新竹竹東。過巡現哦，因為我都見我學去了路學到係嚟滴滴嘟嘟嘅。我哋來看天一行 Rita 帶來嘅活片係乜嘅？你乜嘅啊？我咩唔記得乜嘅啊？
奶嘴，奶嘴，为什么？其實要去講到細時間，我媽定係切細出高神嘛。後來因為佢可能佢不平安用誒，有一段時間係阿婆照顧我哋。哦，跟我細時間，我所細學誒吼，唔啲係啲啊唔啲，就是有一個安全感。其實我都一下看到奶嘴，我還能吃到很好吃。都一下來安泰哦。有幾種奶嘴型嘅棒棒糖啲嘛？哎，对，你会怪我是这种吗？就是我看到样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去讲很有安全感，很满足。可是晚上你都记得，你吃到多大？你记得吗？哇，幼稚園中班呀大班呢？你这训掉，我不吃奶嘴，真呀？要吃树枝果，吃都呀哈，吃都小6，很难戒，对不对？你的手有变形吗？曾经有哦，真的、哦，曾经有，因为我妈妈讲，本来能做我冇食，我都爱去搞个树枝果。哇，可是晚上咩？那长辈有要给你戒掉吗？有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我要感謝我阿婆，佢可能我哋就講嚇新年咗誒，應該輸了以後會再 QQ， 再會翹翹，香港牙齒可能會變去，所以講最近做唔得就個事咧，我圖形顏色咧，我送過時候咧，所以聽出我解體機，所以呢有一班我有時誒下課以後，我第一件事情做到屋企，喺做咩？就是找奶嘴，懂好笑哦，這樣咚咚咚咚咚在屋企，阿婆，我奶嘴，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找奶嘴，你講我錄唔是請自備。也没唔點用誒呢，就二前年做誒，然後那個時候阿婆就說要戒，我給第一擺手邊胡椒粉，胡椒粉我都試就微微滾勁叫啊，棒棒跳，後來講棒棒跳嘛，就一直哭一直吵，說我要吃我要吃，哭了幾個小時，阿婆就棄械投降，還係本來的事，後來過一段時間佢想做唔得。後來佢手過幾種凍那個辣椒粉，100真嘅我記得哦，我整個晚上都在哭。然後阿公就說啊，不老鼠咬走嘞，讓被老鼠咬走了嘛。所以我記得我差唔多家人我就當一就會前年左右就叫，然後會跟在阿婆屁股後面，阿婆我年在哦，阿冇嘞，不老鼠咬走嘞。後來安尼天天就戒掉了，可是心里有一個缺口，就知道講奶嘴好好吃，所以我做嘢嘅方法唔好。我沒記得唔好，我爸爸係過嘅綠油精啊，對，我係樹枝公，可是我好像他說好像高一早沒看到我看電視行嘅得全樹枝公，那你就習慣啊。係，我後來發現，所以我後來有聲音的哈，不管是要戒奶或者是戒尿布，我還是會同佢哋參詳。我說啊，你要幾歲了？那之後不要喝奶奶了，好嗎？可以講佢講，阿哥事都很厲害哦，我就先不講，我就慢慢用 pet 方式，本佢娃娃玩具啊，用其他的東西，用其他來推，有的想安撫他們，天天給戒掉。希望我就會知道講，我那個時候就逼不得已咩，所以我嘅年紀都見我看到係你知道懂好事。哦。奇妙嗬，多見就係看到會感覺講，也嘅就係啲安全感嘅來源呢。係，因為嗰時我所講可能係因為媽媽過身嘅關係，佢有一個當場安全的寄託。雖然我有阿公阿婆嘛，唔過就唔知嘅，佢心肝度有一個東西當場需要安尼。皮蛋之家，就像嗰種有小貝貝啊，嘛嘅嗬，應該沒有小貝貝，真嘅呢，有小貝貝，20年左右，就兩個東西，一手拿着貝貝，一手吃奶嘴，都會有安全感。好，同阿公阿婆，我相信係有嗰度故事可以講。人哋嗰度看啲上方嘅東西，係嘛嘅？係嘛嘅東西？感覺佢寶貴嘅係。也係阿婆留俾我嘅印象，也係阿婆佢之前大概10倍，阿婆大嘅哦，係，就係其實佢80歲就佢過身嘅嘛，嗬，佢一段時間年紀大嘅，佢咩基本上佢咩冇出門咧，所以佢咩冇帶10倍嘅。
後來就聽聽有的行通還可以，不過有的失智對付卡佢咩唔是掛入的東西嘅個詞眼啊咧，所以有一般來就看到呀時標哈，被放在一個抽屜裡面，已經唔會行通咧。我是講阿婆，你嘅時標呢？該阿婆是講你愛下半夜。我講你冇帶，佢講唔是，我掠到我唔是帶的，我冇出門。我是講真緊哦，阿婆我收起來了。我出來佢收起來，個變到我冇哪一張也冇乜嘅，我出門時間停留啲嘅東西，我唔知係哪時停嘅。唔講我出想講我同阿婆。讓我嘅回憶讓佢留下來。也係差唔多1多年前，你同阿婆嘅拿過來嘅。差唔多4年前吧，因為佢過身差唔多2年嘛。4年前，有一班人專意去看到，我就感覺到，安尼跳踢係咪清大爽，佢咩冇用到。雖然唔係乜嘅非常名貴啊，乜嘅，不過對我來講，也就係特別珍貴嘅。因為阿婆過身以後，我其實我也非常當初冇特別留到乜嘅，就1兩3。喺一般我轉去屋卡，我就講阿婆講我1兩3週，佢就講也本意，我也下講我冇法度做啊，聽死了，我就做定，我就知道講。非常嘅好嘅感覺，到佢過身，我就存到1兩3圖一個時標，我想佢嘅時間，我就會做1兩3。我生日就啲哦，有一擺佢講媽媽這件衣服借我穿，我就說個阿太留本愛改，我講做漂亮好冇，佢就啲講也係我思念阿婆嘅時間，我會做，我希望我出咗啲。盡量唔好去聽同記做得比保守下久的。我冇安尼嘅物品，阿公阿婆嘅，不過小可講過嘅出，阿公阿婆對你嘅意義就蠻大嗬。我哋先試下場，我哋聊一下，我繼續來打招呼。其實以前行嘅所謂出唱藝術歌曲。也係講後生嘅時間就彈動到流行歌曲、R&B 啊，然後又是西洋歌曲啊，一下來做模擬嘅音樂，其實真係程度冇相同。接來做客慢人來了，今日來同我打招呼嘅，伊係創作歌手，咩係主持人 Rita 林玉婷哈。頭多 Rita 有講到同阿公阿婆嘅感情，其實嗰次我哋今日做空看到嘅呢，哇！我哋對落一種小一種 Q 盤，係，黑膠唱片公司，我一特別看到咩係？佢重要嘅嗬，我冇見過人哋石頭，唔錯，我有見過，我細時節，因為我講就係當校彈音樂，我講佢係冇開嘴唱歌嘅人，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唱歌哦，他只有安尼哼歌，會哼歌，係唔夠特別到咧，你講過年演30，以前幾時會開始表白音，一天會。做白音，安尼大白音嘅音樂就會變出來，所以我細時節彈到白音啊，就啲我講嘢咧，也係講有啲會唱會輪種做乜嘅伴奏啊，上嚟係乜嘅平安喜嘅時節，佢咩會表演咯，表動態上，結果我講嘢也係乜嘅，就會變到非常態上。就係迎接新嘅事情、新嘅一年，所以其實會彈也係黑膠啊，也唔係阿公嘅事，佢數嘅黑膠，也係後來我欣賞自家數嘅，佢講佢數嘅動作，就數到也兩地，係客家嘅，佢 TP，係 TP 數嘅，係當 TP。嗰種人都卡同音樂嘅淵源，其實個詞呢，我知道當 TP 度，我阿公阿婆記得係竹東客家人嘛，竹東係咩？天川呢個山歌，當有名，呢下係變到有比賽，喺頭擺呢行人是講
有做冇做了到天春歌，大家是为喊的时节是为长山歌，为爱现呢，真心爱细细时节看到是安样。我还记得唔知係爱太白公也係鳳女嘅阿白公啊，也係叔公。佢會坐啲太樹下，白公沒有平錢，佢會愛現嘅，會唱歌。佢阿公就一定會彈白音，阿婆就會唱山歌。哇！真嘅就會，這是真的你的生活呢，吼，成塊就會按呢呢。哦，因為我萬世冇彈過山歌。你南部冇完全冇彈過，然後每次都特別嚟看到人講係啊，都係乜嘅無樣下愛現嘅呀，唱山歌，我講又唔係嘅成分，唔過唔嘅成分係按嚟嘅。唔過啲南部係咪有半山野話？我細細冇彈過，有客家歌冇？冇彈過，完全冇乜山歌都冇，完全冇。我聽到嘅歌嘅路係流行歌嘅嘢，家下嘅流行歌，鳳飛飛啊，石秋梅啊，所以細細冇彈過任何嘅客歌，冇，完全冇。所以我每次聽到那個比如講過年咧，嘅曲嘅曲盤變到佢太上大白音，佢完全係我無法不想象嘅。嗰時候你的過年冇變白音，冇，我完全冇彈過。所以我們真的是跟省份差距很大的。南北部嘅客家說係呢種差異太。係啊，唔看阿公阿婆又過好彈歌誒，又過會唱歌誒，所以你們的歌喉很好，也是一脈相傳啊呢。可能係傳統愛婆吧。愛婆愛爸歌聲都當好，我唔是彈過愛公唱歌，所以我只有聽他哼歌，我哋講愛唱歌應該未當好，跟愛媽媽未係當會唱歌嘅。到後來從人哋頭都講到，唔正經都係做到唔完世上愛嘅願望，你咪就正經出唱片做歌手誒。唔過人嗰上愛啲係唔慶用你嘅資源，唔睇做歌手以前要做咩咧條路嚇？我做歌手以前，我係畢業以後進入三角台後上樂團嘛。畢業就入到三角台嘅，畢業無縫接軌啊你。所以畢業半年兩年吧。不過我以前當初我從細就係學視頻哦，要唱聲樂、學鋼琴，過來要來因為其實都係。冇算正式嘅條路，唔過係當到打工，因為啲係國中嘅時節，我看爸爸成立嘅公司，有一個動態變化，應該講全球個台灣嘅經濟忽然間變到超唔好，所以嘅時期嘅成立沒有很大的震盪，所以我就開始愛半工半讀。所以就講去便利商店啊，還講去飯店啊打工啊，也都就打工嘅性質。那我有機會接觸到顏志文老師咯，三角台顏志文老師，因為你真是行到客家音樂一條路係因為讀到顏志文老師，做第一嚟講嘛吼。創作音樂係，因為其實我感謝客家電視台咧，因為客家電視第一個開台嘅兒童節目，就我要做。而家係讀大學，大一，英雄動神嘅，就係嘟嘟可因為我做寫嘛，我係穿成髮飛嘛，就第一個要廿個節目audition，叫我簽，我要講客家話。要後生嘅寫妹嘅，就後來我要安尼嘅自信，所以我就去參加面試安尼，我就養到有機會，所以我就開始參與。我嗰時就讀新聞嘅嘛，然後就講哇，好棒，我可以有學習。你唔係讀音樂相關嘅科系咯？其實我第一志願係想去讀音樂嘅，不過嗰時就開始加打工。我就唔敢讀，我真的是不敢讀音樂系那個時候，因為花動到錢啊，動咗時間愛練琴，也係練歌。因為我嗰時高中嘅時間就係啲合唱團，我係體育上鋪，我唱女高音 soprano 的聲部長，所以我嘅欣賞非常嘅相愛。我要參加全國比賽嘅
头名推背学校就参加全国，所以我先生佢係非常支持我。每次都講啊，我就是未來有一條很美好的音樂之路。所以我喺考試嘅時節，其實講啊，一聽來吼，老師同伊加強吼，有到一個學科啊，也到位，也係術科各方面咯吼，給老師同伊寫推薦函。聽說做得有同好嘅學校，未來有同好嘅發展，我就講好。後來我見上，我真嘅唔敢讀。因為你讀音樂呢，一定會花動到錢。我自己存錢，我又知道我冇奈何，冇法度去負擔安充嘅收費。講我有弟弟妹妹，即使我卡佢睇情況唔係夠好，我要靠自己，所以我就冇去。我會放棄啊！我冇去報名。我心上就知道我怎麼這麼不上進。我明明已經成績非常的好，可以進到很好的學校，他就點點啊冇功法，後來就冇同行長聯絡。我覺得他應該是氣我吧，他覺得我是那一屆幾次都非常很好誒，我竟然就唔認真，冇願意學習也很用誒。後來係有一個機會轉去翕藝學習音樂嘅路程。所以再一次訪問到我新竹女中嘅指導老師，李寶玉老師，就講出丫頭嘅故事。我先生就其實會教誒，就講唔用按講，就唔同先生講。我就講可能冇法度改變嘛嘅，因為我畢業以後，我太好想法係你自己嘅故啊。我就想講啊。算了，揾一條路行，冇想到就最尾係行過來嘅。係就新聞，就機會就認識用嚟做節目，用嚟直播新聞，個有寫歌嘅能力。後來就本來也係路咩冇強用，個有機會讀到顏志文老師，就係主持。讀到顏老師啊，老師你好就訪問嘛來講等一下舞台當好嘅小記，請問老師也最近有做乜事情？我做得等一下我做得咩同大家分享。佢就講也譬如後生人來練團啊，做音樂，我就等啦，我冇做咗，因為我成本都係喺最好做音樂，所以嗰時節我就講先生。跟我做得參加冇，我冇去哦。佢就講我做得啦，佢讓你當淡定啊咧。後來我就當歡喜。嗰一下我又想講，我講先生我係認真嘅。佢就講我咩講真嘅啊。就按呢開始我就落到樂團，就開始到禮拜練團。先生鼓勵我哋寫歌誒，就一路按呢都見一兩百年都見呢。係啊。安尼16年，哇，個叫係啊，安尼當然頭都看到係太極盤吼，入邊還有楊鳳瑤，都係能得獎。2023年得到最佳行業專輯，哇，一個應該對你係很大的激勵吼。終於係因為呢，其實你為過幾多擺啊？係2008就做混合宇宙，後來2010就做開始就溜小小做專輯有2位，不過就係蠻行上台，那個樓梯還沒有走上去。嗰個2023亞種專輯其實係非常難做誒。因為佢係用傳統嘅客家山歌小調，包含講南部嘅調嘅。按講也個幾難做，因為我對老師嘅調嘅，我寫新嘅詞、新嘅曲，編曲又冇本意知道你就新舊融合，乖乖卡卡咧。當詞眼，你有新創跟傳統的融合，要把它變成一個新的風格，嗰本意堂的後堂。真係當考驗嘛。真見佢後堂。係多車。安尼後來又行過來音樂嘅路，跟阿公阿婆因係用嚟嘅反應。其實以前行嘅所謂就唱藝術歌曲，也係講後生嘅時間就談到流行歌曲 R&B 啊，然後又是西洋歌曲啊，一下來做模擬嘅音樂，其實真係進度冇相同。
其實音樂吼係共用嘅東西啦，冇共用嘅 style 嘛。不過其實語言要增加自己嘅特色。阿公阿婆看到我哋客家電視有主持有唱歌嘅時節，記得出講非常驕傲。哎，啱啱順哎呦，阿天見到點解電視愛做咧，實實盡快來。所以記得後來都會看客家電視台，一定是忠實粉絲，一定會看。對啊，因為一下打開電視看得到，應該都會歡喜啊呢。還有聽到可以做出很好嘅音樂。我相信人真見你會過傻皮。有我所記得個安慰啦，因為我阿公阿婆就當初我嘅再生父母，我媽定係細個生，我爸佢當然後來我要叫個拖，伊個新嘅媽媽嘛，個佢咩愛無限嘅事情，我都同阿公阿婆向下帶，所以佢就成長嘅過程當中，寫啦阿公阿婆佢都向下生活，所以出去同阿婆一起唱嘅時節，你咪講，哎呀，阿妹也很友好哦，阿婆會再是笑到我，因為哎呀，你阿奶孫啦，我看起來越安後生係冇，我講與我當後生，其實係當歡喜，其實當聽啊。我做安尼就有價值的。韓國 Rita 其實有一個生活態度，其實有個重要嘅人，阿公阿婆以外，其實唔嘅信仰咩係，我順後看到咩有講過，也係唔生活度過太支持嘅力量吼，我哋聊一下個繼續來講嘅心中的支柱安尼。好，試下茶。同爸爸有過長一段時間，其實係冇講法嘅。我覺得他沒有理解我的心，他可能覺得說這沒有什麼。今日呢，來到了我來親愛嘅樹林媽媽李媛媛牧師，來到了新竹宣教會係第愛嘅母校新竹女中嘅順頭，所以進到了帶有一種非常懷念嘅感覺，連空氣是有新竹嘅味道。好，實實來簽機非常歡喜，因為特別都到當到事情都係牧師嘅鼓勵愛。媛媛姐，叫在冇？媛媛姐，好高興見到你了。就是啊，對，今天是客家電視台，然後我們倆都是客家人。對，我係講學流看來不好意思，我是需要協議 DNA 是客家人，不過重點好好搞不？因為從小在台南長大嘛。對，不在客家村長大，所以不會。哎，怎樣回到你高中時期生活的這你人生翻轉改變的區域，感覺如何？我剛剛就這樣。就是家鄉的味道，高中的感覺。好，我們進去聊聊吧。好，走。對，你看，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棒哎。對啊，我們希望，對，你看，又回到屬靈的家了。真的，而且這邊好美哦。這是你愛的家。我們去那邊坐。好，來坐這邊。哇。坐在這邊真的有一種覺得 holy 的感覺，而且這還放聖經。是啊，我就想好，我還想我自己要不要帶上，不用這個，我已經想好。我覺得最近感謝主，我覺得他們比較長大一點。雖然還是會吵架，手足之間就會吵吵鬧鬧，可是我突然覺得他們長大一點，然後我有比較多的時間，我可以喘口氣。真的，我是很高興你就是說沒有把演藝事業放前面了，還是要把小孩，因為這童年不會再來一次，真的，一下就長大了，真的。而且有時候會覺得說，他們說媽媽你辛苦了，媽媽來我幫你按摩，那一切的都，我就覺得所有的苦都沒了。我覺得我也是最近在思考這個問題，就覺得說看着孩子成長的過程，就好像看到以前的我自己。是啊，是啊，感動，太好了，我自己也覺得，對啊，我一講，這世界，覺得哪一點讓你很觸動？就覺得很感動。是，你是為生命而歌唱啊，不要為名利歌唱。對，我很希望你在
这个热情跟专长上发挥，也能够为上帝也为客家人传达这个文化的传承，然后影响下一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对。哎呀，哭什么哭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很感动。就是文化传承是一条很长远的道路，然后我也盼望，如果我可以做一点什么，就是慢慢累积一点影响力，我觉得它可以很奇妙的带给很多人帮助，甚至是它可以为社会点亮一盏灯。真好。对，辛苦你了。我相信你会有苦尽甘来的人生啊。还在哭是吗？有深情告诉我。今天要非常谢谢元佑牧师陪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生活，其实很真实，然后也让今天的拍摄真的不只是拍摄而已，我觉得有在充电的感觉，然后也盼望其实透过节目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高山低谷，但是就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，希望也给你一点力量哦。耶稣爱我们也爱你，然后真的很谢谢有好多的爱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支持。谁来做客慢言来了？头都呢，係看到的一個樣片當中，係 Rita 帶大家去對一個重要嘅一個牧師吼嘅片啊，因為我哋係連友嘛吼，為他把我提講，Rita 其實信用對你來講個重要，我哋一片。買下，也係我太後時間去買嘅，看起來也是有一點歷史，有，好，都信用對應其實係個重要嘅，有點像救命鎖。我說非常重要，這個人生總係有迷茫的時節，我覺得真的是我生命當中最重要，就是那個指引方向的。指北針吧。因為雖然 Rita 今日看起來講吼啊，這個嘅生活啊、事業啊，如做到幾好啊。不過其實你的童年其實蠻算去辛苦，吼。回頭看就講有當到快樂，咩有當到冇快樂嘅所在啦。因為我從細我就會發拍嘅人。我係媽媽嘅教育，所以我就看到人就會滿意。我嘅性格係安尼，我做我媽媽係個我當好嘅榜樣，所以我最當聽，所有嘅親戚對我非常嘅好動相愛。我一路向讀書，我咪係非常多嘅朋友。其實雖然阿公阿婆嗰想，唔過講我囤心思同阿公阿婆講。我講嘛嘅一講好，我就會當傷心，我就會當唔快樂。好像講不出來，因為他們這麼愛我們，他們這麼用心，我咩啲啊？不過你就好想人就會有自家嘅煩惱，有自家嘅 always，所以後來就因為得勝者嘅關係，我就是我講，當初有嘅信仰哦，到了高中，就經歷高飛，就認識下嘅信仰，非常嘅感動，有一種感覺就係回家了。我做幾幅卡安尼係一個，唔做你講佢係一個意象，咩做你講係一個行通。因為講我要歸去奶喏，我知道爸爸型嘅家庭，我冇完全知道一下我幅卡。阿公阿婆按上來的，唔過佢還係有我心感度係有個差距嘅，唔知乜原因，可能係我自家想嘅，也係樣嘅。後來真到去到高飛嘅時節，我真的覺得回家了，然後非常的感動。就今日也嘅高飛地度，佢聲音是講，到底一本書你講乜嘅呀？做咩要嘅神啊愛愛啊？我又唔是佢，佢又唔是愛咩？唔過聖經講佢創造愛，佢認識愛，佢相愛，佢照顧愛，佢幫助愛。後來我天天就經歷安尼，每一面安尼就有機會認識一個牧師李元牧師，佢就像我嘅所謂嘅屬靈母親，有肉身叫我嘅媽媽。
好，我嘅再生母亲就阿婆照顾我相爱。我在信仰上，在生命上很多重要的过程，就是属灵母亲李元任牧师她陪伴我。你看妹妹因为那个信仰，如好像也有促使你同爸爸有像和解啊那样。嘿啊，哇，好多家庭故事。因为去讲屋卡还能有懂多事情啦，就知道讲，同爸爸有沟通一段时间，其实也冇讲法。嘿，我觉得他没有理解我的心，他可能觉得说这没有什么，好，不说。因为那些关系，我受一大伤，或者是我觉得也很伤心，因为其实我爸非常的相爱，都给我吃的，我觉得我爸爸还是很疼我，从小就很疼爱我，所以那时我在特别读书，我总会祈祷的时间，想到佢呢，有钱，有伤心，我就会祈祷，我说主，我把跟爸爸的关系交给你，我希望你来帮助我们。帮助我哋，还没做得再一次恢复安尼的关系。我不知道怎么破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复，或是在我人的情绪里面，我无法再跟他好像恢复那个连结。所以我就安尼祈祷。有一摆呢，我在那阿公阿婆家嘛，哈，就放假的时候回家。我爸来了，以前我看到我可能就回去房间。冇几摆呢，我看到佢，我说哦，爸爸，哦，我好一下。可能给他好一下，就是我怎么会主动跟他说话？他也很 surprise， 完全有一段时间去讲，因为家里有些冲突，我就继续同阿公阿婆待，我就冇推够有联络啊嘞。讲我哋没半工半读呗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哇，我心里当时竟然是很平静的。所以我就知道说，真的我祷告。或者是我也在这段时间，我去沉淀我的思绪。你其实也主持，也能唱歌的表演，其实也去到非常多无相样的地方呢。你亲好的是应该如何表演？唱歌的本太家他，亲好就要演哦。不是去永远问讲你好音乐呀，好主持呀，做乜嘅？我知道音乐对我来讲就是一生人的事情。就是它就是永恒的事情，就我就会好弹音乐，好唱歌，有几分我就会下歌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讲去国外的时间，有一摆离行哦，我不是去表演，然后我就看到有街头艺人，我记得我去西班牙参加后继妹几个婚礼，然后就看到人家表演。在唱歌哇，我就觉得我好怀念唱歌的时候就这个哇，我真的可以站在台上唱歌，好幸福。后來真來台灣，就很難用心喺舞台當中表演。去到國外啊，每一位做音樂、做客家，我覺得可以跟各地的不管是客家或不同的族群交流。從前一步去歐洲去捷克回來。他们对于不同的文化非常的好奇，非常的接受。每一位记得，你做这个，那就是艺术之都嘛。他们对于艺术的表演，他们就是觉得每一种都非常的美。每带本来一个新的体验，因为我哋时常在台湾讲你做的是母语音乐，你比较小众或所谓的非主流音乐类型，世界各地。都可能发生，但是因为你的语言就是你的特色，我要做的去同配上人交流，每一位安呢，我可以欣赏别人的文化，配上你们做的看懂来的特色。口色啦，某嘛个主流非主流，大家都非主流，也就大家都是主流，你觉唔觉？尤其呀，啲发音懂到的地方看起安呢哈，你都L族，你可能说中文，他们可能也听不懂。你说客家话，记得咩头唔识？有的地方记得讲英文还没懂事哈，去讲记得懂体言语言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，懂唱唔敢讲诶，记得去欣赏音乐。所以你还是要回归到音乐。你的音乐是做什么？有好冇？冇本语言来限制，而本语言变动我哋会提升。好 ，Rita 試下茶，等下我哋會食，可能是 Rita 帶來嘅，
但嘛个好料了。好食哦，等下一下我就会食茶，哦因为等一下我食酒。哦，我来聊一下。第一個就講，一定要全酒來煮，韓國煮好以後，要倒一罐酒落去，我不看呢。哦，我要湯講。韓國做唔得加鹽。谁来做客慢言来了？呀，最后一趴又有好食的，嘿，我哋來看看 Rita 帶來嘛嘅對伊來講有充有意義嘅一個料理，像我哋小助理，你今日有試茶來冇？愛冇？愛咩冇？哦，哇塞！哦，有香味哦。有哦。阿cha。哇，雞酒呢？好像是第一次講頭前我來食雞酒。唔啲客家人食雞酒，一定要有兩件事情。兩件事情。第一個就講一定要全酒來煮。韓國煮好以後，要倒一罐酒落去。我不睇呢。我要湯講。韓國做唔得加鹽，鹽出去鹽酒係拿來裝一碗來溫。我有人加鹽，有人加鹽哦，是這樣嚟加啦。我有試過加嘅雞酒，加嘅雞酒，唔係加酒哦。就是都講嚇，因為啱下，因為冇酒味。哦，咁唔識看下也有合乎唔嘅標準冇？有酒味，有酒味，你做得冇？我唔好雞酒。我吃些就唔好吃雞酒呢，我是假客家人。唔怕你是面趴板貨。有酒味呢，好深呢吼。其實很香啊，真嘅濃香。可以吃哦，真的可以吃哦，沒道具哦。我不卡是雞酒後一聽，其實有一個當中有嘅。我們通常都不會先吃肉，不會先吃肉。阿婆會用白銀，幾天才會撈雞盤。叫蓋酒尾痛，然後他一定會先吃一碗雞酒泡飯，因為很日式，對不對？我們不是茶泡飯，係雞酒泡飯。你講鐵板糖都永遠嚟生啊？當好食，韓國西飯有乜錯？有得煮開始生肉啊、食糖啊呢？哦，係哦，都係喺嚟食哦。你當好食哦，冬陰呢？在嗰裡面還有很久呢。我們今天都沒有開車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因為自己會煮，我不會煮這個，我都會煮那種很簡單的料理。因為我就煮雞酒比較香，韓國煮得好吃，我就覺得我可能煮得不好吃。雞酒煮得好吃，是不是其實蠻複雜的？我完全唔知呢。哇，今天這是誰煮的？可不可以傳授一下食譜？小助理煮的。哎呦，你煮的哦。哎呦，哇，厲害！我們小助理煮的，你煮的哦，做得厲害。原來劉海亞個節目也廚藝，你可以傳堂誒。做的，可以做下一個系列，就煮客家菜。可以哦。真嘅，其實我食到呀，我除非真嘅有家鄉的感覺。有哈，可是我第一次聽到泡飯的呢。阿婆一定要這樣吃。哦，這酒真的很濃，再喝一口，怎麼會這樣？真嘅有好食咯。因為阿婆佢以前我最好是佢煮的菜，然後我會讓阿婆點菜，而且我們家只要是節慶，一定會有3道菜。第一定會有雞酒，第二一定會有炒米粉，信中嘛，炒米粉嘛。第三是聽炒白就板仁，我們都會有，對對對，漢板仁。跟南部的不一樣，係嘛？南部就係人哋講太粒人板，都係包肉嘅。大湯圓就這是什麼東西？你們覺得是泡湯的肉丸、肉圓啊？對啊，就很像肉圓啊。不過我哋我卡就係一定會有亞雞紅，就真件愛高節一定會有。嗰時候對你來講就係個重要嘅意思都係。家鄉嘅米絲，盧卡嘅米絲，有想到阿婆會泡飯。唔咩會安嚟食？我發覺細細時間唔會，我知道就是喝得很醉啊。呀，迄個有食到雞酒，我就會安嚟食，我就會想到阿婆食下去，其實食嘅係肥嘅米絲。我一片還有除了雞酒以外，有成個定型下嘅，佢定陣嘅上，也係。
他也係寫嘅，做嘅。1、2、3年，我兩個生日都做過。哎呦，所以我冬天嘅生日嘅時節，我先生佢去美國出差。後來呢，佢就有去採訪有關 Disney 嘅東西。佢去到呀，佢看到好可愛喲！佢想講買咗來本生日做。然後小孩就回來，給很樣式嘛，他就是要穿這個衣服，然後幫他設計這個，對，道具跟場景圖一翕相，兩個生日都有做。兩個生日你呀哈一台，一個10歲，一個5歲，好快哦，真的好快哦。剛變做一對媽媽，係細細時間又有想過的事情哈。我從細我就立志不結婚不生小孩。有冇？結果我也強烈誒，我完全對結婚沒有任何的期望，我從來沒有說好夢幻有王子，沒有誒。我就知道講我以後我讀太好，我要有自己嘅事業，我要創國，我從細都安尼。後來讀到我先生，其實沒冇想要結婚啦，係因為佢同我講假拜，嗰有一半呢我就。祈禱的時節，談到上帝同我講，你要結婚咯，2個人總比一個人好。真嘅，你剛剛就知道講，怎麼可能晴天霹靂？不可能，我一定聽錯了。我這個議會的應該不是真的。後來我就第一個反應是覺得莫名其妙，第二個是生氣。後來我就點清下來，我就祈禱。後來我就祈禱，我就了解講上帝要祝福我的生命，因為我知道我當初係一個一直漂流嘅人，係講我有一個福卡，上帝本來嘅福卡有一個相愛嘅人，相愛嘅人佢就做得來照顧我未照顧佢。後來係安尼啦，我就祈禱講上帝啊，係講結婚嗬，安尼吵吵鬧鬧嗬。幾麻煩，又係講結了以後又要離婚，吼，咁樣夠麻煩。咖啡戲，真的很累，真係會驚，因為順風東東人，係安尼嘛，所以我後來我就結婚，結婚以後差唔多半年，其實我就同我先生講，我很怕痛啊，我又怕打針，又怕抽血，我說我沒有辦法生小孩，我說我們可以不用自己生，我們可以領養小孩，因為我懂愛生嘅咧。唔過我又講，佢就講哎呀，不要啦，要用誒。就有一擺，我又談到上帝同我講，他在預備我。好啊，佢就順其自然啊，就當順利就有生嘅咧。好無限。真嘅，人講我前2日談到一個太子佢講，你點解我的頭髮就做到2條鬍？我突然好深刻的感覺哦，2條鬍就大做就會紅蟲，做到3公分，也生日衰退以後，可能我哋還動到4條而無限。職業婦女也是很忙啊。前6個時間還講想去讀書啊，也然啊。真嘅啦，因為生日個太陽，我當想去這個進修。我做我就會啦，可能係安尼吧。閒不下來安尼。沒有，我真的很喜歡放假，我很喜歡旅行。唔講我當想我還是很愛旅行，可是我很想要充電。我想去看國外嘅世界。加其他，我相信充電過後就還會有韓國好嘅美嘅作品，其實如果好，唔過可能會有韓國冇共樣嘅作品出來。希望，應該會吧，應該會吧。一定會。多謝 Rita，謝謝。我繼續推識係冇？也冇識太對不起自己呢。反正冇食材，冇食材，錯菜。可以識係。哎呀，可以識呢，係啊，可以。